多谢俊平来讲婚姻的代志。婚姻馆靠湖乡有一个读国小5年这个囡仔叫做敖元浩，自细汉对镇头啦、庙会等等传统的文化都真有趣味。无来甲教无师自通，伫这款情形下，家己用这个茶砖啊啦、竹啊等等简单的材料，就做出各种的新桥啦、镇头种种的模型。这毋但手路真幼，这个新桥佫有斗电火到莫大，互人真赞叹。 双亲手制作新桥，伊是国小5年级的敖元浩，伊对镇头文化不只有兴趣，所以家己动手制作新桥和镇头模型，看起来唔真水，嘛真有路。阿嬷家每次都会洗脑筋，每次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枕头。敖元浩妈妈讲，因为厝里的人有伫咧跳动、做东西，所以伊自细汉看镇头文化大汉，定定参加庙会。厝里的人看到囡仔有遮尔好的艺术天分，拢鼓励伊继续创作，嘛希望以后摆会当做艺术，或者是见到相关的工课。我们也希望他以后未来可以朝向建筑还是设计方面这样子。虽然即摆作品已经做甲真水，不过敖元浩讲，伊也感觉无够满意，未来继续制作出更加出调的新旧模型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